报道学台语甲脚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7集296条kha-kut绕掉就是这个脚骨扭到咱下面有4字通算，咱第2字叫做弯弯着弯，第2绕着绕，第3转着转，第4字读做拐去拐着297条。迄个凤阳婆真敖ngiú kha-tshng-á-hue kha-tshng-á-hue就是扭屁股的意思。那位凤阳婆很会扭屁股而下面有4字通算，咱第2字去弯着弯第2叫做ngiú ngiú kha-tshng-á-hue ngiú，第3字叫做转第4字叫做拐298条。你已经来啊看破紧酸就是应该是讲伊已经来啊看破紧酸就看到某一个人就有点怕，所以先走算了好，下面有4字通算，第1字读做生生财生，第2酸，第3字酸酸椒的酸第4字是酸，是酸料的酸酸汤嘛是这字299条。脚quit较悬的脚quit较悬的就是脚垫高一点脚quit较悬的。下面有4字听我算，咱第2字读做粿粿仔的粿啦就是板条那个粿啊。第2读做粿啦粿较悬的嘛第3字读做粿粿子的粿，第4字读做khah还是khah300条。无细膩予伊liòng去就是不小心让他挣脱掉了下面有4字通算，第1读做liòng原谅的谅，第2读做liòng第3字读做零嘛会使读做liòng第4字读做量量就是数量的量好，感谢大家收听。